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6月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约伯记第38章第1节到11节，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8节到1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袂朽烂的生命。每一个生命拢是无价，但是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境遇以及伊的价值拢无啥同款。咱看见亚伯拉罕伊75岁受呼召，来跟对上帝，拄着邀约来往南搬，欺骗来为着要来生活。8岁才得着囝，蒙福得恩。咱也看见摩西伫婴仔时代得着救，去互公主来任用，受教、受着训练，然后杀人逃亡，伫米甸成家，受呼召来带领以色列大军，抵抗法老王出埃及，欠水无通食，埋怨上帝，见着应允的地，却无法度进入。咱嘛看见伫大笔，伊真幼稚的时阵受割磨，我靠主来赢过歌利亚，扫罗嫉妒。互囝来对杀，登基做王，见着色杀人，受着责备来悔罪，去圣殿受着阻止，顺服真心来备办材料，来诚心来交放。咱又搁看见约伯这个义人。伊行好求义，但是拄着撒旦的试探，家破人亡。伊的自义的朋友来责备、来论断，约伯煞戆影，超找无，就怪天怨地。然后主开始来指责伊讲。上帝对于光烈风的中间，约伯来讲话。你是甚物人？竟然讲无知的话，对我的智慧表示怀疑。你站起来，亲像一个有勇气的人，你来回答我问你的话。我创造世界的时，你伫倒位？你若真正捌遐尼济，你就去讲吧。你知影甚物人规定伊的体积有偌大？甚物人伫伊的顶面来拔好准证？大地会跳，起伫甚物物件的顶悬？甚物人为着世界安放这个奇迹？迄一天，天光的星做伙唱歌，天顶上帝的囝嘛拢欢呼，大海甲大地对这个腹肚中冲出来。甚物人关这个门户，来互伊停止咧？是我用云彩来遮看大海，甲伊包起来伫这个蒙雾的中间，我为着海水来定界线，并且安放这个门窗。我甲伊讲，你到这为止，袂当搬过。你的疯狂的海涌，必须爱伫这个所在来停止。咱看见，无论是亚伯拉罕，无论是摩西，或者是大笔，或者是约伯，
因拢代表着人性以及人的软弱，也代表着人的基本个性甲处置的可能的方式。伫困境的中间，真容易来迷失咱的方向，并且用家己的情绪来处理代志，这拢违背着上帝的旨意，也拢因为回转来向上帝，再度搁成做上帝忠心的仆人，为主来做工。既然人的性命拢是有限，那安尼要怎样互家己的性命有价值呢？有人安尼讲，当你发现你的身躯边的人一个一个拢离开的时阵，你回头看觅下，只有一个人从来毋捌离开过。每一个生命拢会朽烂，每一天有一天拢会来结束每一个生命啦吼。只有上帝是咱的倚靠，是永远的倚靠。伊享受着永远袂朽烂的生命，而且永远甲世间人同在。基本上，基督徒必须爱谦卑家己，将生命的主权交托予上帝。那安尼，咱的生命的价值才会因为上帝的临在而提升。若无，当咱失去生命的时阵，就啥物货拢无啊！初代教会基督徒因面对的，毋单单是罗马政府的逼迫，嘛阁有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经学士甲祭司的压迫。除了这以外，因阁需要面对犹太人的讥笑。英语咧讲 Christian 基督徒，就是迄个 Christ 基督后壁阁加一个 IAN， 迄个意思就是讲，迄群自称基督的军队者啦，迄是一种踢笑的讲法。所以保罗就甲提摩太安尼讲。因为安尼，你毋通将咱的主当作一个见笑的代志，也毋通因为我为着主的缘故，诚做即个囚犯来感觉见笑。你着爱照着上帝所赏赐的困难，为着福音来分担苦难。上帝拯救咱。互着咱做伊的子民，并毋是因为咱有甚物好行为，乃是出自伊的旨意甲恩典。伊伫这个世界进前，就借着耶稣基督将这个恩典赏赐互咱。现在对伫咱的救主基督耶稣来临来实现，基督已经毁灭迄个死亡的权势，甲借着福音将未朽烂的生命来彰显出来。为了这个福音，上帝指派我做传道者、使徒甲教师。因为安尼，我才受到这个苦难，但是我犹原满腹确信，因为我知我所信靠的是甚物人。也深信伊会通保守伊所托付我的，伫教主过来的日子。诚做基督徒并毋是一个见笑的事，其实是非常有价值。亲像保罗所讲的，借着福音将这未朽烂的生命价值来彰显出来啊。诗篇18篇安尼讲：上主，阮的主啊！你的威严普及全地，称赞你的声透到伫天顶，对囡仔甲婴仔的喙唱出来。你起造要塞来防备敌人，要消灭对敌，消除冤仇。看到你亲像创造的天，你所安排月亮、星辰啊！人算啥物？你遐尼关心，
世间人算啥物？你遐尼照顾，你互伊比天使较小看较低。你赏赐阳光尊贵做花冠，互伊滴。你指派伊来管理你的亲手创造的万物。你互伊有权柄来支配一切，一切的羊甲牛，山野的走兽，空中的飞鸟，海洋的鱼类甲活物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的威严来普遍甲全地。代笔则讲人算啥物？上帝竟然安尼来眷顾咱。因为上帝看咱做有价值，就亲像耶稣基督嘛安尼讲，为什么都爱为着伊情来操烦呢？看这个野地的百合花怎样生长，因也无工作，也无芳势。但是我甲恁讲，甚至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阵，伊的衣裳也比袂过即蕊野花的水。野地花草今仔日出现，明仔载就孤单，去用迄伫个花路内底咧烧。上帝犹原安尼甲因糟蹋，伊减无搁较赏赐伊情来互恁，恁的信心伤细啊！是啦，因为上帝看咱做宝贝。所以，咱的性命就有价值，是袂朽烂的。这是福音，也是上帝互咱的恩典。感谢主，透过耶稣基督所赏赐互阮永远的活命，互阮得救、蒙恩，并且来领受你的呼召甲采用，真侪福音的使者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门。